哟，时间过得真紧，已经6月份啊啦。对啊，咱店厝做工课嘛3礼拜啊。嘿啊，毋知听众朋友都安怎度过防疫生活？别人我是毋知影啦，我知影你一定是。你想要讲啥？上好想清楚才讲哈。无啦，我是要讲吼，你伫厝一定是有认真咧上班，叫主管替你加钱啦。哎哟，想要甲你对我遮尔好哦，阁会甲我学了。嘿啊，爱记你请我食饭哈。无问题啦，等疫情过了，我一定请你食一顿好料的。你讲的哦，袂使甲我骗，听众朋友拢会替我做证。讲到遮，毋知影咱即摆收到啥物款的内容？听落就知影咯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。第一条批是伫咧母亲节有写批来互妈妈的阿琪。阿琪要甲人分享伊防疫踮厝的生活。防疫期间啊，拢踮伫咧厝里无出门，甲较早无机会看了的漫画啊，有戏剧摕出来看。随着运动的时间减少，就去网络顶悬看人健身的影片，有样看样。希望讲毋通一直坐咧，增加体重。什么？干安尼尔？对，就是安尼尔尔。敢讲即马真正会开始学白变啊？安尼，我先听你编开始。你莫来乱哦，你明明就有唱批。哎，去互你发现，原本是想要看你安怎编。紧念啦！第二张批是台北的阿心写来，学白编好，我是台北的阿心，我想要甲大家分享我踮厝的防疫生活。拜一到拜五嘛是爱上班，不过因为我是做网络相关的工课，所以无啥物影响。逐工拢困到上班时间要到才醒来就好。不过，互我感觉较可惜的是，因为家己一个大，无人会当开讲。希望正常上班了后，我阁会记得安怎讲话。嘛无人参我做伙食饭，定定爱叫外送，食到已经毋知影要食啥。休假的时阵，我嘛尽量莫出门。万不得已爱出门补货，就会较紧去、较紧倒。虽然拢踮厝，嘛是爱找代志来做。休假就家己煮食，有当时会整理房间，甲褥涂骹当作运动，洗被单、床巾等等。无闲煞困一下仔昼，醒来嘛差不多要食暗顿啊，嘛会不时敲电话转去，甲厝内人关心，甲因讲一寡五四三。听起来真无聊吼，毋知影黑白边休假拢咧创啥？我嘛是最近才开始收听，上喜欢听恁两人伫遐相答，因为真趣味。我嘛会替恁斗宣传，希望恁的节目莫受疫情影响停落来。若无我会搁较无聊啦。希望疫情经过，我就想要食阿母煮的菜。等待后一摆转去厝的时间，我一定要找足济才会转来台北。我的分享就到这，多谢。我要哭啊！多谢阿心的支持，阮会继续拍拼。对啊，多谢呢。阿姨们，咱两人休假拢咧创啥？哇，就拢伫厝学爸母啊，上无闲就是伫遐无聊啊，还有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得是啥物意思？小当家，你敢毋捌看过？哦，原来你是讲煮食的哦。对啊，卤牛肉、卤菜头也是有诶无诶啊，结果佫比上班开较侪钱。你连大心肝黑白买。啊哈，Costco 都买真济啊，一个人爱食足久诶吼。是啦，但是煮食嘛是爱细致，毋是有医护人员讲最近隔离伫厝，有人想要家己煮食，结果去切着手，互因爱穿隔离衫舔空喙，真正是足辛苦诶。真诶。好啦，我会甲手留咧窗加大啦，袂免你咧拢咧创啥？我拢关伫房间，无啥物特别，毋是看戏剧，就是看电影。安尼嘛是袂歹啦，会当甲以早无闲看诶，一概看过瘾。嘿啊，最近看诶拢袂歹。你看了敢会伫咧社群媒体发表你诶感想？我无即种习惯呢，而且我诶记性无介好，看完都袂记哩啊。是哦。上尾一条批真特别，因为网友特别要求讲爱甲伊发表的感想念出来。安尼哦，紧念互我听。第三条批是台北的阿豪写来的。黑白边你好，伫咧防疫期间，我拢踮厝做运动甲做功课。硕士班的学期报告真济，佮学习用线顶来教学。
其实会使讲是足无用的，而且我阁有3个囡仔爱照顾，大家做伙学习新的教学方式，其实嘛是真趣味。但是有用的时阵，我阁会伫咧社群媒体写文章来投放家己的心情。我嘛希望甲黑白边，也阁有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我顶面写的底文，来互相鼓励。好，欢迎你去念伊的文章。安尼啦，无情的疫情状况是一定会来的。面对一个看袂到，却阁随时伫咱身躯边的惊吓，大家心内一定拢真不安。但是只要甲咱会当做的方法做好，用平常心来面对所落来每一天的日子，情绪毋通去因为一寡足惊吓的言论来称冠，而且伫咱的能力会当做的范围内底，伫咧群组也是社群媒体去传达一个正面的信念甲正面的能量，咱就会当做伙度过这款的困境。毋通逐工看数字增加，就想过头烦恼。认真想看觅咧，咱度过921 SARS， 嘛行过失恋、停考、无法度毕业、失业等等，这种看起来若像人生无法度搁继续的时阵，但是原本迄寡咱叫是日子无法度搁继续过啊，到呾咱犹原是健康的选择家己想要过的普通日子。世界无停止，咱嘛无因为安尼就甲脚步停落来。咱会当甲家己会使掌握的自我防护做好，疫情一定会过去。这个病毒毋是台湾才有，咱做伙加油，做伙伫咱能力以内的范围内底，甲信心、甲正面的能量传出去，毋通互阶段负面的能量来打败。有愈侪正面的能量，就会使互咱有更较侪正面的信心。台湾是一块有福气的土地，咱爱相信这块土地顶悬所有打拼的人。会共同创造出好的结果，咱做伙加油，相信家己，嘛要相信咱这片土地的力量。大家用正面的力量做伙向前行。多谢黑白边，让我有这个机会，会当甲大家讲出我家己的心声，嘛希望大家拢平安。哇，感谢阿豪，互大家鼓励啦！嘿啊，真正是足感动的。伊原本我感觉吼足歹势，想讲这是个人的感想，毋是批。但是我感觉拢共款啦。是啦，各位听众朋友，若是有啥物新鲜符合主题，拢会使写批来哦。对啊，枫叶点厝写面册文章嘛是有符合主题啦，免紧张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。等下，啊，啥物代志？你敢无要问观众朋友讲咱的声音有淡薄怪怪？啊，免问啥？就是问看观众朋友敢有感觉，哎哟，弄着。问看咱观众朋友敢有感觉咱这集的声音足奇怪啊！你看像我拄则去弄着麦克。因为咱挂喙暗啊。对啊，因为想讲主播就拢已经挂喙暗伫咧报新闻啊，所以阮即届啊，阮有甲防疫做好，挂喙暗伫咧录音。嘿啦，咱啊虽然咧录音，毋过嘛是有做防疫无？对啊。那呢，咱会使收尾啊未？请。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声音的配信，做伙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多谢大家努力。哎呀，爱记得请我食饭即哈。阵来，嘿啊！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头啥？偷死我来讲，我偷死哦。过一届，你要顶来哦？啊，就这句啦。好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。塞落啊！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你这个是要录到几点？什么？干嘛安尼尔？创啥啊？你是创啥？笑啥？你有病啊！敢讲即马真正会开始黑白边啊？安尼我啥听？我感觉你以后录音之前，你是拢先敲电话来甲阮开讲好啊啦。我要甲恁主管讲。黑白边好，我是台北的阿心。
我想要甲大家分享我想要甲大家，你是无想要转去啊？无啦，你就想要甲我讲话对吧？这样是不是太弱？哇！这样是不是太激动？哇！来拍婆啊！一起，1、2、3，弄掉了，呼下猪你地啦，念着我啦，你在创啥啦？拍谁哦？